指半日表現啦，恒指咧啱啱曾經升到超過510點啊！萬物雲三大核心利好全面點評，按你提出3點拆解，同時補中性風險。第一大利好，萬科債務化解，有深圳地鐵國資托底，底層風險大幅釋放，中性偏多，你判斷正確。邏輯拆解。萬物雲大股東係萬科，而萬科第一大股東背後實質資源方係深圳地鐵。深圳國資近年深鐵累計向萬科輸送超300億元流動性，仲接受萬科將全數萬物雲股權質押作為融資擔保，等於國資認可萬物雲係優質核心資產。市場最大擔憂始終係母公司債務危機拖累分拆物業。一旦萬科完成債務重組，公開債務兌付穩定，兩層利好會同步釋放。短期市場憂慮消退，估值收復；長期深鐵作為國資大股東，後續可導入地鐵沿線商辦、市政空間、保障房等獨家物業訂單，開拓母公司之外增量。你講機會偏大，完全合理。深圳國資兜底係硬底，唔會任由萬科出現大規模違約，債務風險係階段性而非永久性。中性隱憂唔可以忽視，萬科目前仍全數質押萬物雲股權，如果後續流動性再惡化，存在減持萬物雲套現還債嘅潛在拋售壓力，唯有明確債務化解落地，先可以完全消除呢個隱憂。第二大利好，脫離母公司依賴，疊成聯程計劃開拓獨立增長曲線，長線核心增長邏輯。解釋你講嘅聯程疊程計劃。傳統物業公司完全靠房企新盤交付帶嚟管理面積，萬物雲疊蛇模式直接打破單個小區邊界，以街道3公里半徑作為單元，整合區內住宅、商鋪、寫字樓、公園、學校，打造區域統一服務網絡。脫離萬科關聯業務依賴，透過疊成搶奪存量舊小區、政府市政項目、第三方開發商物業，關聯收入佔比持續下降，唔再被萬科銷售低微拖累。而疊成熟片區嘅增值服務、維修、裝修、社區商業毛利率遠高於基礎物業費。規模降本優勢明顯，同一區域多個小區共享保潔、維修、巡邏團隊，配合後面講嘅零食 AI 機器人自動調度，人工成本大幅攤薄，對沖行業人工上漲痛點。可複製輸出全行業。萬物雲仲將疊成整套運營系統管理標準對外輸出，幫細小物企做數字化改造，新增 SaaS 技術服務收入，脫離靠人手賺辛苦錢嘅傳統物業模式。利好總結，呢套模式係萬物雲擺脫房企附屬標籤嘅關鍵，屬長線價值催化。缺點係疊成鋪設前期投入大，短期會壓低利潤釋放速度。第三大利好，零舍，你講零舍 AI 邊緣系統，行業領先技術護城下，多重場景變現。還原你講嘅機器人自動運作邏輯，解釋技術優勢。零舍唔係單純軟件，係樓宇 AI 大腦加邊緣算力平台，可以實現建築自主感知、自主決策，完全對應你講嘅場景。系統連接攝像頭、清潔機器人、巡邏機械人，鏡頭偵測到3樓公共區域髒污，會自動下單調度清潔機器人前往作業，唔需要人手錄入指令，人工調派。內部提效，直接增厚利潤。目前全國落地超900個項目，自動化覆蓋44種物業場景。中後台審批、巡檢、能耗管理自動化率超90%，單年行政開支節省近2億元，實現技術替港對沖人工成本壓力。跨產業開放平台，第二增長曲線。萬物雲搭建零實生態聯盟，同機器人廠商、光伏、消防、酒店、醫院企業合作，對外銷售零食硬件、SaaS 系統、碳管理解決方案，唔單止自用，仲賣技術俾全行業。住宅、商社、學校、醫院、城市公園8大場景落地，新增能源吸管、節能改造、碳核算新業務，毛利率遠高於基礎物業管理。行業代差優勢，多數物企只停留在簡單攝像頭監控，萬物雲係唯一實現樓宇全樓層自主 AI 調度。未來政府智慧城市、存量樓宇改造政策會持續受益。中性隱憂，零四前期研發投入高，對外推廣生態聯盟分潤會壓低單項技術毛利。目前技術收入規模仲細，需要時間先可以成為主營利潤支柱。整體綜合點評，
結合你3個觀點總結。一、三大利好形成完整邏輯鏈。深鐵國資托底解決底層風險，跌成聯程計劃解決增長依賴母公司問題，零射 AI 技術打造長期護城河加第二增長曲線，3點互相加持，唔係單一題材炒作。二、分階段催化節奏，短期催化，萬科債務化解落地，估值收復；中期催化，跌成成熟片區增值服務利潤釋放；長線催化，零時技術平台對外商業化放量，變成物業行業技術賣家，脫離勞動密集型行業屬性。三、需要留意嘅中性風險平衡體：一、母公司萬科仍持有過半股權，存在後續減持套現潛在拋售；二、跌成、零四都屬於重投入戰略，短期壓抑淨利增速；三、物業行業存量競爭激烈，第三方拓展訂單速度存在不確定性。整體嚟講，你梳理嘅3個核心邏輯全部成立，呢3個因素都係市場後續重估萬物雲價值嘅關鍵催化。只需要同步跟蹤萬科債務進度、零食技術收入增速、疊成第三方拓展面積3個核心數據，判斷利好兌現程度。備註：以上只係個股業務邏輯分析，唔構成任何買賣投資建議。背後長持邏輯，結合你之前3個核心利好一齊完整拆解。一、先講2間大行持續買入，代表佢哋睇長線，唔係短炒投機。你見到巴克萊、美能日日有淨買盤，呢類國際大行盤口連續買入，絕對唔係幾日短線炒波幅，背後係機構資金配置層面嘅長持邏輯，同散戶短期操作完全唔一樣。一、國際投行分2層資金，一層係自營交易部短線幾日進出，另一層係基金託管長線配置資金，持有週期以年計，連續多日出現買入盤，多數係後者分批建倉。二、諸間大行嘅底層判斷同你梳理嘅3大利好完全對應，只係佢哋用宏觀、財務、行業數據印證呢幾個邏輯，分開逐點對照。二、大行認可第一個利好，深圳地鐵托底，萬科債務風險已經大部分反映喺股價入面。一、投行共識，市場之前過度定價萬科債務暴雷嘅風險，但實際有深圳地鐵國資持續輸流動性，萬科持續兌付公開債務，大規模違約概率大幅下降。二、機構睇法，而家萬物雲估值已經計入母公司應收款減值、股權增壓嘅所有負面，一旦後續債務化解有明確進展，估值收復彈性好大。呢個係佢哋咁分批慢慢收集底倉最基礎底線邏輯。三、補充美能舊研報細節，雖然舊年美能曾經維持跑輸大市，核心擔憂只係萬科關聯應收款撥備拖累帳面利潤。但佢哋同時上調核心經營利潤預測，區分會計虧損同物業自身真實營運現金流，明白萬物雲本身營運係持續賺錢、現金流穩定嘅獨立板塊。三、大行重點壓住第2個利好，疊成聯程計劃擺脫萬科依賴，打開長期增長天花板。一、巴克萊專門做過行業對比，多數房企物業70%收入靠母公司新盤，萬物雲憑疊成模式，第三方市政存量項目收入佔比逐年提升，關聯收入持續收縮，脫離地產週期束縛。二、大行長持理由，疊成3公里片區模式有規模效應，同一片區共享人工、設備，配合後面零舍 AI 降本，成熟片區增值服務毛利率遠高於基礎物業。未來幾年存量較小區改造、城市服務訂單會持續釋放增量，唔需要依賴萬科買樓。三、技術輸出 SaaS 業務，仲可以向其他細物企收服務費，由做服務變輸出標準同系統，拓闊收入來源，長線提升整體估值中樞。四、2間大行最看重第3個護城河，零射 AI 平台，你講嘅零射軟件，行業稀缺科技變現能力。一、投行獨特視角，物業行業最大成本係人工，萬物雲係頭部物企唯一擁有自然樓宇 AI 全域調度系統，唔係單純買機器人擺設。二、對應你講嘅場景，零食可以實現空間自主感知，機器人自動調度巡檢、清潔，覆蓋幾千個項目，累積大量營運數據訓練模型，持續壓低行政同人工開支。財報已經見到銷管研費用率年年下跌，直接增厚核心利潤。三、開放產業平台係長線催化，
唔單止自用，仲將零舍系統、碳管理、智慧樓宇方案銷售俾商場、醫院、學校、政府，科技服務毛利率遠高於傳統物管，形成第二增長曲線。投行認為呢一塊3年內會逐步放量，拉動整體盈利增速。點解佢哋選擇長持有唔短炒？兩個核心配置邏輯：一、防禦屬性，無論地產行業好定差，存量物業費、城市服務現金流每年穩定流入，分紅穩定，適合國際基金做底倉防禦配置，對沖港股週期股波動。二、估值錯配，市場而家只睇萬科母公司負面，忽略跌成、零舍 AI 三個長線成長曲線。大行判斷，隨住債務風險逐步消化，科技業務收入釋放，市場會重新定價，長持3年週期會有雙重收益，估值收復加業績增長。六、同時要平衡睇，唔好單純跟隨大行買入，有兩個潛在隱憂。一、美能曾經明確提示風險，萬科關聯應收款每年仍要計提減值，短期會壓低帳面淨利，股價短期反彈力度會受掣肘。萬科手上萬物雲股權仍全數質押，萬一出現流動性緊張，會有減持套現拋壓。二、跌成零舍 AI 前期投入高，短期利潤釋放速度唔會太快，行情屬於慢牛震盪向上，唔會直線大升，需要耐心長拿先可以兌現邏輯。七、整體總結，回應你嘅疑問。一、巴卡萊、美能持續性買入，佢哋長持嘅觀點同你自己總結嘅3大利好完全契合。國資托底，化解風險；疊成脫離母公司增長；零舍 AI 打造技術護城河，三者構成完整長線價值邏輯。二、大行唔係盲目買，係區分母公司地產風險同萬物雲獨立營運價值，判斷負面預期大部分都已經反映，而未來增長催化未完全定價，所以分批建倉長拿。三、操作層面參考，如果跟隨呢套長持邏輯，需要持續跟蹤3個數據作驗證：萬科債務兌付、應收款回收進度、疊成第三方新增管理面積、零食科技服務收入增速。3個指標持續改善，大行嘅長持邏輯先會完全兌現。備註：以上只係機構資金與個股業務邏輯分析，唔構成任何買賣投資建議。政策催發，大行長持同33.6港元目標價拆解。一、先講股息層面，你講嘅8厘現息、6.6厘預期息，完全有數據支撐。一、現實際股息率，近1年實收2025全年總派息，中期0.951人民幣，加末期0.546人民幣，合計每股1.497人民幣，折合港元約1.667元。現價約19.58港元，計算出實際滾動股息率約8.5厘，同你講嘅8厘幾完全吻合，屬港股物管板塊頂級高息資產。二、市場一致預期6.6厘前瞻息率邏輯，大行預測未來1到2年派息會輕微回落至6.6厘，唔係減派，係3個客觀因素。一、母公司萬科關聯應收款持續計提減值，會壓低帳面淨利，公司調整派息比例，由過往接近100%核心利潤派息降至70%左右。二、疊成零舍 AI 前期持續投入，保留部分現金流用於擴張，減少全數分紅。三、高息嘅安全底線，公司物業主營每年經營現金流穩定10幾億，基礎物業費係剛性收入，就算房企業務受拖累，基礎分紅能力唔會斷，呢個都係巴克萊、美能長期買入嘅其中一個底層理由。二、樓市政策催發，幾年下行風險大部分定價，政策逐步托底，支撐股價收復。一、過去幾年股價下跌主因，市場一直定價母公司萬科債務暴雷、關聯應收款壞賬、母公司斷供新盤3大風險，長時間壓抑估值。二、而家政策同基本面雙重改善。一、國家持續出台樓市穩定政策，保障房擴容、舊改城市更新、房企融資支持工具落地，整個地產行業系統性風險大幅降低。二、深圳地鐵作為萬科大股東，持續輸流動性，萬科債務兌付節奏平穩，大規模違約概率大幅下降，市場最驚嘅尾部風險逐步消除。三、政策重點扶持存量物業、智慧城市服務、萬物雲疊成計劃、零舍 AI 智慧樓宇，剛好對應舊改市政服務政策紅利，唔再單純依賴新房銷售。三、價值重估邏輯。
過去市場俾佢地產股低估值，而家風險釋放，政策利好存量運營，市場會逐步切換成空間科技服務商估值，打開股價上行空間。3. 結合之前三大核心競爭優勢，加兩大行持續淨買入，支撐33.6港元目標價嘅完整邏輯。一、底層安全墊，深鐵國資托底，母公司風險逐步出清。萬科最大股東係深圳地鐵、深圳國資，持續提供流動性支持。萬物雲作為優質獨立資產，唔會任由母公司債務拖垮。一旦後續萬科債務重組有明確落地消息，會出現第一波估值修復行情。二、增長第二曲線，疊成聯程模式，徹底擺脫母公司依賴。以街道3公里片區整合住宅、商辦、市政物業、第三方外拓面積逐年提升，關聯收入佔比持續下降。成熟片區增值服務毛利率遠高於基礎物業，配合零食 AI 機器人自動調度，壓低人工成本，長線利潤持續改善。3. 技術護城河，零食 AI 傳閱智慧平台，行業稀缺科技變現能力。唔單止內部機器人自動巡檢、清潔降本，仲對外輸出智慧樓宇、碳管理 SaaS 系統，覆蓋學校、醫院、商場、政府智慧城市項目，科技服務毛利率遠高傳統物管，打開長遠增長天花板，係大行最看重嘅獨特競爭力。4. 巴卡萊、美能日日淨買入，代表國際資金認同長持價值。兩間大行連續分批建倉，唔係短炒，佢哋統一判斷：一、現股價充分反映萬科負面風險，高息具備安全墊；二、跌成加零食 AI 三個成長邏輯未被市場充分定價；三、隨住樓市政策穩定，應收款減值壓力見頂，未來12到18個月會迎來業績加估值雙升。市場多間內資大行目標價區間集中32到34港元，你睇嘅33.6港元剛好處於機構目標價中位區間，完全符合主流高值推演。4. 去到33.6港元需要滿足三大催化，唔係必然，有先決條件。一、短期催化，高值收復核心。萬科明確債務化解方案落地，關聯應收款減值壓力見頂。市場不再定價尾部暴雷風險，高值先會脫離底部低區間。二、中期催發業績支撐股價上行，疊成第三方新增管理面積維持高增長，零食 AI 對外技術的服務收入放量，拉動整體毛利率，核心淨利提速。三、行業估值催發，內地持續出台舊改智慧城市扶持政策，資金風險偏好回升，物管板塊整體估值中樞上移。5. 需要平衡留意嘅潛在風險，會阻礙股價衝上33.6。一、母公司萬科仍持有大量萬物雲股權並全數質押，若萬科流動性再惡化，存在減持套現拋壓，短期壓制股價反彈。二、疊成零食 AI 前期投入高，短期會壓抑淨利增速，股價難直線暴升，屬震盪慢牛行情。三、若樓市銷售持續低迷，萬科交付新盤大幅縮減，短期關聯收入會繼續下滑，拖累季度業績。六、整體總結你嘅全套觀點，客觀對照主流機構思路。一、你講嘅8厘實際股息、6.6厘前瞻息，完全符合財報數據，高息構成股價安全底。二、地產幾年下行風險都已經大部分反映喺股價，國家穩樓市加扶持存量服務政策係長線利好催化。三、深鐵國資兜底，疊成獨立增長，零食 AI 技術護城河三大邏輯，再加巴克萊、美能持續正買入長持，多重因素疊加之下，33.6港元目標價係合理嘅上行空間預測。四、但唔可以認定一定會到價，必須跟蹤萬科債務進度、第三方拓展面積、科技業務收入三個核心數據，催化逐步兌現，先有機會衝擊目標價。備註：以上只係財報、大行研報同行業政策邏輯分析，唔構成任何買賣投資建議。